美伊談判噪音不斷，特朗普談判期間就再發威脅，伊朗聲稱關閉霍爾木茲海峽，金價連跌3日至$4155，油價小幅反彈。各位朋友，我係 Mini， 歡迎嚟到極致快訊，嚟睇睇上週末嘅關鍵動態。先嚟睇睇國際要聞，美伊瑞士談判週日重啟，但喺持續大概1個半小時會議就暫停，因為特朗普喺談判期間發出威脅，就話如果真主黨持續對以色列發動襲擊，美方將實施軍事打擊。伊朗方面稱霍爾木茲海峽仍然關閉，重開需要滿足2個條件：停火於週五生效之後，海灣產油國準備增加出口，至少4艘油輪進入霍爾木茲海峽駛往伊拉克嘅港口。但係伊朗要求船隻必須革命衛隊許可啦，先能夠通行，釋放咗加強管控嘅信號。此外，市場已經消化美聯儲9月加息25個基點嘅預期，交易員預計9月之前加息概率係達到70%。美聯儲多位官員近期密集發聲，強調抑制通脹仍是首要任務。高盛將12月金價預測從$5400下調至$4900。英國政壇突發黑天鵝，大曼徹斯特市長伯勒姆代表工黨以壓倒性優勢贏得補選，為其挑戰首相斯塔默鋪平道路。利比亞原油產量達144萬桶一日，為2013年以嚟最高。油價方面，上週五油價小幅反彈 ，WTI 原油收漲1.34%，報$76.4美元一桶。布倫特原油就收漲0.99%，報$79.9一桶。即管美伊停火後供應回歸預期升溫，一度壓制油價，但係伊朗要求船隻必須獲革命衛隊許可先能夠通行。疊加特朗普發出軍事威脅，地緣不確定性就再度升溫，油價獲得支撐。貴金屬方面，現貨黃金連續第3個交易日走低，最低觸及$4121.759一盎司，最終收跌1.25%，報$4155.704一盎司。現貨白銀就收跌1.31%，報$64.801一盎司。美元走強同埋美聯儲鷹派信號令到貴金屬承壓，金價連續第3週收跌。總結一下，美伊瑞士談判重啟後又暫停，特朗普威脅令到局勢就再添變數，加息預期持續升溫，金價連跌3日至$4155，油價就小幅反彈。各位朋友，金價連跌3日至$4155，係繼續探底定係企穩反彈？歡迎嚟到評論區留言，記得點讚同關注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